道长很忙，忙着给大家呢排忧解难。我偷偷的告诉你，我们的房子很多人会喜欢。那在本来就是有大门的情况下，他会在外边呢再安一个防盗门，这就形成了房屋的入户门有2个门的情况。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，那大门上如果有缝隙的话，就是透的地方，这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呢，千万不能这2扇门都是实心门。那如果2扇门都是实心门的话，那当事人在外边的事业十有八九就难以有升迁的这种情况。所以呢，赶紧回去把这道门给它拆掉，要么呢就把它改成防盗门，但是要换成那种带镂空的这种门。